喂，來個聖誕特輯啊！呢度咧原來其實有一點這個紀念起司啊，你們提早半個小時拿出來咧就比較軟啊。有機器就用機器啊，沒有就用手啊，攰啲啊。撈完呢，把它們冰個15分鐘。係啊，今天呢原來起司跟 cream cheese 兩個都有，好吃很多，香啲啊。但是呢沒有就全部給點支持啊。但是也不要全部留原來起司咯，因為呢那個口感會不好啊。再等呢切啲乾果，任何乾果都 OK。然後把啲開心果打碎，也是用其他都 OK。攞個兜呢，把兩個東西撈埋一齊。哇，你看紅紅綠綠，很聖誕。跟住很簡單啊，咁樣洗手啊，咁攞一粒仔咁樣搓軟它，然後呢碌落這些開心果上面，正啊正啊。然後呢稍微搓搓佢，有小朋友呢一起弄，完美啊！一路重複就 OK 啊，你們可以提前做好雪一晚。哇，切雪波，切雪波，完美切雪波。係啊，你們做小區啲呢睇落膠紙啲啊，一探一個，放啲熊仔糖一起過聖誕。